漢語聖經協會錄製，尼希米記。以下係哈加利亞個仔尼希米嘅記述。波斯王亞達薛西20年9月，即係基斯流月，我喺書珊城嘅宮中，有一個弟兄叫做哈拿尼，帶住幾個猶大利嘅人探望我。我向佢哋打聽劫後餘生以及被擄歸回嘅同胞同埋耶路撒冷嘅情況。佢哋話情況唔係幾好，佢哋喺猶大省吃盡苦頭，飽受凌辱，而且耶路撒冷嘅城牆已經冧咗，連城門都燒爛。我聽到呢個消息就坐低痛哭，難過咗好多日。我喺天上嘅上帝面前禁食禱告話：主天上嘅上帝，大而可畏嘅上帝，你對愛你、信服你嘅人守約施慈愛，求你察看，留心傾聽，你僕人晝夜為你嘅子民以色列人所獻上嘅祈禱。我哋承認自己對你所犯嘅罪，我同我嘅同胞都得罪咗你，我哋對你所犯嘅罪都污穢不堪，我哋冇遵守你藉住你僕人摩西所吩咐嘅誡命、律例同典章。求你唔好忘記你曾經對摩西所講嘅說話。你話如果你哋犯罪，我就將你哋趕散到各民族中間。但係如果你哋回頭歸向我，謹守遵行我嘅誡命，你哋就算流亡到天涯海角，我亦都會將你哋招聚翻嚟，帶你哋去到我揀選嚟做居所嘅地方。我哋都係你嘅僕人，你嘅子民，係你用大能大力所救贖嘅。主啊，求你細聽你僕人嘅禱告，同埋所有願意敬畏你嘅名嘅人嘅祈求。求你幫助，使我今日得到王嘅喜悅。當時我係王嘅司酒官。亞達薛西王20年1月，即係尼散月，我喺王面前侍酒。我一向都冇話喺王面前有過受用，所以王就問我：你既然冇病，點解咁憂愁呢？你一定係有煩惱。我聽見佢咁講就好驚。我回答話：願我王萬歲！大王，我列祖墳墓所在嘅城市已經變成廢墟，連城門都燒爛，我又點能夠唔憂愁呢？王又問我：咁你有咩要求呢？我向天上嘅上帝禱告之後，就回答話：如果大王認為好嘅，又願意特別施恩俾我，就請大王派我去猶大，到我祖先墳墓所在之地重建城邑。當時皇后就坐喺大王旁邊。王問我：你要去幾耐？幾時翻嚟呢？我講咗一個日期，王就欣然批准。我又話：如果大王恩准，求你賜我一道詔書，通知幼發拉底河以西嘅省長，准我經過佢哋嘅地方，一直去到猶大。又求你再發一道詔書，俾管理皇室園林嘅亞薩，吩咐佢供應木材俾我，用嚟建造殿宇城樓嘅門梁、城牆同我自己嘅房屋。因為上帝施恩俾我，王就批准我嘅要求。王派咗軍官帶領騎兵沿途護送我。我嚟到幼發拉底河以西各省嘅時候，將王嘅詔書交俾佢哋。和倫人參巴拉同亞捫人多比亞聽見我嚟係為以色列人求益處，就好唔高興。我嚟到耶路撒冷，喺嗰度住咗3日。
上帝感動我將要為耶路撒冷所做嘅事冇向邊個透露。我喺夜晚帶住幾個人靜靜咁出去，只有我騎住驢，其他嘅人都步行。我哋穿過谷門，朝住野狗井嘅方向走，到咗糞廠門，喺嗰度視察耶路撒冷塌毀嘅城牆同燒爛嘅城門。我哋又向前走，嚟到泉門同王池，因為驢仔行唔到嗰條路，我就棄驢步行，沿住小溪而上，視察城牆，然後取道谷門翻入去城。城裏面嘅官員唔知道我去過乜嘢地方，做過乜嘢事。事前我亦都冇向任何猶大平民、政治同宗教領袖同嗰啲將要參加工作嘅人透露過我嘅計劃。後來我只對佢哋講：耶路撒冷嘅慘況，你哋都知道得好清楚。呢個城已經成為廢墟，城門都俾火燒爛。嚟啦！等我哋重建耶路撒冷嘅城牆，除去呢個恥辱。我又將上帝點樣恩待我，國王點樣恩准我嘅事，都講俾佢哋聽。佢哋就話：好，我哋一齊重建城牆。於是佢哋即刻展開重建嘅工程。但係和倫人參巴拉、亞捫人多比亞同阿拉伯人基善聽見，就諷刺嘲笑話：你哋做乜嘢啊？想要作反啊？我回答話：天上嘅上帝一定會使我哋順利嘅，我哋做佢僕人，一定能夠重建呢個城牆。但係你哋喺耶路撒冷就冇份、冇權益、冇任何關係。大祭司以利亞實同其他嘅祭司着手重建羊門，安上門扇，又重建城牆，直到哈米亞樓同哈南熱樓，又為上述地點行奉獻禮。接續嘅一段由耶利哥人重建，再下一段由陰利個仔撒克重建。哈西拿嘅子孫重建魚門，加上橫梁，安上門同門閂門鎖。接續嘅一段由哈哥斯個孫烏利亞個仔米利末修築。下一段由米士撒別嘅孫比利加個仔米舒蘭修築。再下一段由巴拿個仔撒督修築。跟住嘅一段由提哥亞人修築，但佢哋嘅領袖唔肯負起督工所分派嘅工作。巴西亞個仔耶何耶大同比所代個仔米舒蘭負責修築古門，加上橫梁，安上門同埋門閂門鎖。接續嘅一段由基遍人米拉提、米倫人雅頓、基遍人同屬河西總督所管轄嘅米斯巴人負責修築。下一段係由銀匠哈海亞個仔烏薛修築。再下一段係由製造香品嘅哈拿尼亞修築。呢啲人合力重建耶路撒冷嘅城牆，直到寬敞。跟住嘅一段由管理半個耶路撒冷嘅戶珥個仔利法雅修築。跟住係由哈魯末個仔耶大雅負責修築。佢修築嗰部分係喺佢間屋對面。下一段係哈沙尼個仔哈特負責修築。哈林個仔馬基雅同巴哈摩押個仔哈述修築另一段同埋爐樓。再下一段由管理另外半個耶路撒冷城嘅哈羅克個仔沙龍同佢嗰啲女修築嘅。哈亂領導撒羅亞人修築谷門，裝上門同埋門閂門鎖，又建築咗445公尺嘅城牆，直到糞廠門。糞廠門由管理伯哈基林嘅利甲個仔馬基雅修築，修築好咗就裝上門同埋門閂門鎖。管理米斯巴嘅各河西個仔沙倫修築全門，蓋上門頂，裝上門同埋門閂門鎖。
佢又修築由西羅亞池至御園嘅城牆，直到大衛城落嚟嘅階梯。接續嘅一段由管理半個伯叔嘅押卜個仔尼希米修築，一直去到大衛嘅墓地對面，同埋蓄水池、勇士堂。下一段由利未人巴尼個仔利宏修築，再下一段由管理半個基伊拉地區嘅哈沙比亞修築，佢負責自己區域內嘅城牆。跟住一段由佢嘅同族兄弟，就係管轄其餘半個基伊拉區嘅希拿達個仔巴雅伊修築。接住一段由管理另一半米斯巴嘅耶書亞個仔以謝修築。呢一段城牆對住軍械庫嘅上坡，即係城牆轉角處。下一段由撒拜個仔巴錄修築，佢盡力由牆嘅轉角處一直修築到大祭司以利亞實嘅家門。再下一段由哈哥斯嘅孫烏利亞個仔米利末修築，佢由以利亞實嘅屋企大門一直修築到盡頭。跟住一段由住喺平原嘅祭司修築。下一段由便雅憫、哈述同亞拿尼嘅孫馬西亞個仔亞撒利亞修築，佢哋負責自己屋企門口附近嘅一段。再下一段由希拿達個仔賓內修築，佢負責修築由亞撒利亞間屋直到城牆轉角處。跟住一段由烏塞個仔巴拉修築，佢負責修築由轉角處直到護衛院旁邊皇宮嘅上院所突出嚟嘅城樓嗰一段。跟住一段係由巴錄個仔皮賴雅修築，住喺俄斐勒嘅聖殿僕役，負責修築東水門到突出嚟嘅城樓一段。提哥亞人負責修築突出嚟嘅大樓對面直到俄斐勒嘅一段。喺馬門對上，祭司各自負責修築屋企門口對面嘅城牆。音麥個仔撒督亦重建自己屋企門口附近嗰一段。跟住一段係由守東門嘅士加尼個仔士瑪雅修築。士利米亞個仔哈拿尼亞、撒拉嘅第六仔哈嫩同比利加個仔米舒蘭各自負責修築自己屋企門口對面嗰一段。銀匠馬基雅負責修築由哈米弗甲門對面嗰啲店役同商人嘅房屋直到閣樓嘅一段。銀匠同商人就負責完成由閣樓起直至陽門嗰一段城牆。參巴拉知道我哋喺度重建城牆，就好嬲，大發脾氣，當住佢嘅朋友同撒瑪利亞嘅軍官面前譏諷我哋話：呢一班軟弱嘅猶大人喺度做乜嘢？唔通佢哋要重建城牆嚟保護自己咩？想獻祭咩？想一日之間建好城牆咩？佢哋以為嗰啲喺廢堆裏面執出嚟，好似佢哋咁燒窿咗嘅石頭，仲可以用得翻咩？企喺佢身邊嘅多比亞亦都插嘴話：就係一隻狐狸爬上牆上面，嗰幅牆都會冧落嚟啊！於是我禱告話：主上帝啊，求你聽我哋嘅祈禱，因為我哋喺度俾人恥笑。求你使佢哋嘅譏諷歸翻佢哋身上，又使佢哋喺外地成為俘虜。唔好姑息佢哋嘅罪，唔好抹去佢哋嘅惡行。佢哋藐視重建城牆嘅人，就等於藐視你。由於工人勤力做工，城牆終於能夠接連起嚟，環繞成個城市，而且達到原來高度嘅一半。參巴拉、多比亞、阿拉伯人、亞捫人同亞實突人聽見修築城牆同填補缺口嘅工作順利進行，就非常之嬲。佢哋密謀襲擊耶路撒冷，使城內混亂。但係我哋懇切禱告上帝，又日日夜夜守衛全城，防備佢哋。
後嚟有啲猶大人埋怨話，工人已經筋疲力盡，但仲有咁多泥土有待清理，單靠佢哋，只怕永遠都唔能夠完成呢項工程。同時，敵人又喺度密謀破壞，話趁佢哋不知不覺，我哋入去佢哋中間，殺死佢哋，阻止佢哋嘅工作。喺靠近敵人城市嘅工人有10次嚟講俾我哋知，敵人會由各方面出動襲擊，所以我由各個家族當中委派帶住兵器嘅人喺牆後面嘅空地嗰度守衛。我前去視察佢哋嘅時候，就對所有領導人同全體民眾話：唔好怕佢哋，要記實主係大而可畏嘅。你哋要為自己嘅同胞、親屬同家園而戰。敵人發覺我哋知道咗佢哋嘅陰謀，又知道上帝已經破壞佢哋嘅詭計，唯有打消原意。咁樣，我哋各人就恢復工作。由嗰陣時起，一半人繼續擔任建牆嘅工作，另一半人手持盾牌，着上鎧甲，啲領袖又企喺佢哋後面負責守衛。修築城牆同搬運材料嘅工人工作嘅時候，個個帶住兵器，腰間佩劍。吹號角嘅人就喺我旁邊，準備一發現敵人就發出警號。我對民眾解釋：工程咁浩大，我哋彼此隔得咁遠，你哋一聽見號角聲，就一定要盡快跟住角聲衝到嚟我呢一度。我哋嘅上帝一定會為我哋爭戰。我哋日以繼夜，由日出到日落都不停工作，其中一半嘅人負責守衛。我吩咐每個住喺城牆以外嘅人都搬入耶路撒冷城，等佢哋同佢哋嘅僕人喺夜間守衛，日間工作。喺呢段期間，我同我嘅弟兄、僕人跟隨我嘅護衛兵，各人都衣不解帶，刀不離身。嗰陣時，眾民同佢哋嘅妻子都怨聲載道，投訴嗰啲富有嘅同胞。有啲話：我哋子女眾多，需要糧食嚟活命啊！有啲話：因為饑荒，我哋將田地、葡萄園同房屋做抵押，先至得到糧食。有啲話：我哋要借貸先至能夠繳納王對我哋嘅田地同葡萄園所收嘅稅。有啲更加話：我哋同佢哋都係同族同胞，我哋嘅仔女同佢哋嘅仔女都一樣，但係而家我哋被逼將仔女俾人做奴僕，我哋嘅女有啲已經淪為婢女，我哋冇法子救佢哋，因為我哋嘅田地已經係屬於人哋噶啦。我聽見呢啲事就非常憤怒。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我就斥責啲領袖同官長話：你哋竟然向同胞收高利貸！跟住我就召開大會攻擊佢哋。我喺會中指責佢哋話：我哋正喺度盡力去贖回嗰啲賣俾外族人為奴嘅弟兄，你哋竟然賣弟兄為奴，要我哋重新贖翻佢哋咩？佢哋都靜晒，無詞以對。我繼續話：你哋嘅所為實在邪惡，你哋行事為人唔通唔應該敬畏上帝，以免仇敵嚟毀謗我哋咩？我哋借錢借糧俾同族人都應該免收利息。而家我勸你哋唔好再做呢一種高利貸嘅勾當，今日就將佢哋嘅田地、葡萄園、橄欖園、房屋同埋所收嘅利息、五穀、新酒、油都俾翻佢哋。佢哋都話：我哋一定歸還，一定照你嘅話去做，以後一定無條件幫助佢哋。於是我就叫祭司嚟，
要呢啲人發誓遵守自己嘅諾言。我又揈開我件外袍嘅衣襟話：如果邊個唔守呢個誓言，願上帝照樣揈開佢嘅家園同產業，直至佢一無所有。所有人都同聲話阿門。佢哋都讚美主。嗰啲有錢人都遵照諾言去做。由亞達薛西王20年到32年，亦即係我奉派做猶大省長嘅12年間，我嘅弟兄同我都冇接受任何俸祿。喺我之前嘅省長都加重百姓嘅負擔，每日索取酒食同埋40塊白銀，連佢哋嘅僕人亦都狐假虎威，虐待眾民。但係我因為敬畏上帝，冇咁樣做。我只係恆切繼續修築城牆，我冇購置田地。我嘅僕人亦都勤力參與建牆嘅工作。除咗喺外地翻嚟嘅同胞，仲有150個猶大官員以及百姓同我一齊食飯。我每日嘅需用包括1隻公牛、6隻肥綿羊同好多家禽。此外，每10日一次要準備大量嘅酒。即使係咁樣，我都冇要省長嘅俸祿，因為百姓已經夠苦。我嘅上帝啊，求你紀念我為民眾所做嘅一切，施恩俾我。參巴拉、多比亞、阿拉伯人基善同其餘嘅敵人，發覺我哋已經差不多完成成個工程，只係仲未安上門，就派人嚟約我到亞羅平原嘅一個村莊見面。我知道佢哋不懷好意，就派人回覆話：我正喺度進行重大嘅工作，點能夠停工走去見你哋呢？佢哋4次派人嚟相約，每次我都係咁樣拒絕咗。第5次，參巴拉嘅僕人送咗一封未封口嘅信嚟，信上面寫住：基善話俾我知，無論佢去到邊度，都聽見話猶大人正喺度謀反建造城牆，話你要自立為王。你又指派先知喺耶路撒冷宣告猶大有王啦。我必定將呢啲傳聞向王稟告，所以我認為你都係嚟同我哋商議啦。我派人對佢話：你所講嘅一切都係捏造嘅，絕對冇咁嘅事。佢哋想恐嚇我哋停止修建城牆。主上帝啊，求你堅固我。我去到米希大別個孫蒂萊雅個仔示瑪雅嘅屋企，嗰陣時佢閂實門唔出門口。佢對我話：我哋不如喺聖殿見面啦，喺入面閂實門啦，因為佢哋要喺夜晚黑嚟殺你。我就話：我身為省長，點能夠逃走呢？好似我咁樣嘅人，點能夠匿入聖殿保存性命呢？我唔入去。我睇得出佢嘅話並非由上帝嚟，只係多比亞同參巴拉賄賂佢嚟恐嚇我，等我驚起上嚟，就聽佢嘅話犯罪，咁佢哋就可以毀謗我。我祈禱話：我嘅上帝啊，求你報應多比亞、參巴拉同女先知挪亞底同其他恐嚇我嘅人。6月，即係以6月嘅25日，城牆完成啦，前後用咗52日。我哋嘅敵人同周圍列國嘅人聽見呢件事都非常懼怕，愁眉不展。佢哋知道我哋嘅工作完成係上帝幫助嘅。喺嗰段日子，多比亞同好多猶大嘅領袖之間經常有書信來往。喺猶大境內有好多人同多比亞結盟，因為佢係亞拉個仔，
又係示迦尼嘅女婿，而且佢個仔約哈難又娶咗比利家個仔米舒蘭嘅女為妻。佢哋都喺我面前稱讚多比亞嘅善行，又將我所講嘅每一句話話俾佢知。多比亞成日寫信嚟恐嚇我。城牆修築好啦，城門亦都安上，我就委派城門嘅守衛、歌詠嘅同埋利未人。我將治理耶路撒冷嘅職分交俾既忠心又比眾人更敬畏上帝嘅哈拿尼弟兄，同埋管理城堡嘅哈拿尼亞。我吩咐佢哋，等到太陽出嚟先至好打開城門，而且有守衛值勤嘅時候就要閂門上鎖，仲要派耶路撒冷嘅居民輪流當值，負責看守佢自己房屋對面嘅地方。耶路撒冷地廣人稀，所以全城只有疏疏落落嘅房屋。我哋嘅主又感動我嘅心，召集城中所有領袖、官長同平民，根據家譜登記。我揾到第一次返猶大嘅家譜，上面寫住：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從前俘虜嘅猶大人，而家佢哋嘅子孫歸回耶路撒冷同猶大，各自返去自己嘅城。佢哋嘅領袖係所羅巴伯、耶書亞、尼希米、亞撒利雅、拉米、拿哈馬尼、末底改、必山、米斯皮列、比革雅伊、尼宏同巴拿。以色列眾民嘅人數記喺下面：巴錄嘅子孫2172人，示法提雅嘅子孫372人，亞拉嘅子孫652人，巴哈摩押嘅後裔就係耶書亞同約押嘅子孫2818人，以蘭嘅子孫1254人，撒土嘅子孫845人，撒改嘅子孫760人，賓內嘅子孫648人，比拜嘅子孫628人，押甲嘅子孫2322人，亞多尼干嘅子孫667人，比革雅伊嘅子孫2067人，亞丁嘅子孫655人，亞特嘅後裔就係希西家嘅子孫98人，哈順嘅子孫328人，比賽嘅子孫324人，哈拉嘅子孫112人，基遍人95名。伯利恆人同尼陀法人共188名，亞拿突人128名，伯亞斯馬弗人42名，基列耶林人、基非拉人同比錄人共743名，拉瑪人同加巴人共有621名，麥馬人122名，伯特利人同艾人共123名，其餘嘅尼波人52名，其餘嘅以蘭人1254名，哈林嘅子孫320人，耶利哥人345名，羅德人、哈蒂人、阿諾人共721名，西拿人3930名。以下係歸回祭司嘅人數：祭司耶書亞家族耶大雅嘅子孫973人，音麥嘅子孫1052人，巴斯戶爾嘅子孫1247人，哈林嘅子孫1017人。以下係利未人嘅數目：
何達威嘅後裔就係耶書亞同甲篾嘅子孫74人，負責歌唱嘅亞薩子孫148人，守門嘅沙龍、亞特、達門、亞谷、哈底大同索拜嘅子孫共138人。以下係殿役家族嘅名單：西哈嘅子孫、哈蘇巴嘅子孫、達巴俄嘅子孫、基錄嘅子孫、西亞嘅子孫、巴頓嘅子孫、利巴拿嘅子孫、哈加巴嘅子孫、撒買嘅子孫、哈蘭嘅子孫、吉德嘅子孫、加哈嘅子孫、利亞雅嘅子孫、利順嘅子孫、尼哥大嘅子孫、加散嘅子孫、烏撒嘅子孫、巴西亞嘅子孫、比賽嘅子孫、米烏寧嘅子孫、尼普森嘅子孫、巴卜嘅子孫、哈古巴嘅子孫、哈弗嘅子孫、巴洗律嘅子孫、米希大嘅子孫、哈沙嘅子孫、巴柯嘅子孫、西西拉嘅子孫、達馬嘅子孫、尼細亞嘅子孫、哈提法嘅子孫。以下係所羅門朝臣嘅後裔，有所泰嘅子孫、所斐列嘅子孫、比路大嘅子孫、雅拉嘅子孫、達昆嘅子孫、吉德嘅子孫、示法提雅嘅子孫、哈替嘅子孫、波克列哈斯巴音嘅子孫、亞門嘅子孫。以上殿役同所羅門王臣僕嘅後裔共392人。有一組人係由特米拉、特哈撒、基錄、亞頓、音麥等波斯城市翻嚟嘅，因為遺失咗家譜，唔能夠證明佢哋嘅宗族。佢哋係蒂萊雅嘅子孫、多比亞嘅子孫同尼哥大嘅子孫，共642人。仲有一啲祭司後裔，包括哈巴雅嘅子孫、哈哥斯嘅子孫同巴西萊嘅子孫。巴西萊族係因為佢哋嘅祖先娶咗基列人巴西萊嘅女為妻，所以以此為名。呢三族人嘅家譜已經遺失，所以唔能夠繼續做祭司。省長吩咐佢哋唔可以食至聖之物，即係祭司應得嘅祭肉，一直等到有能夠藉烏靈同土明適宜嘅祭司出現，確定佢哋嘅身份。翻到猶大尼嘅民眾共42360人，此外仲有奴僕7337人，同埋男女歌詠者245人。佢哋有馬736匹，驢仔245頭，駱駝435隻，驢6720匹。有啲領袖捐出財物俾工程之用，省長送出1000塊金、50隻金碗、530套祭司禮服。又有族長捐出2萬塊金同2200塊銀，民眾亦捐出2萬塊金、2000塊銀同67套祭司禮服。於是祭司、利未人、守門嘅、歌詠嘅同殿役都各自翻去猶大嘅鄉鎮，住喺自己嘅城裏面。到咗7月，全體民眾都聚集喺水門前面嘅廣場上，要求佢哋嘅律法教師以斯拉向佢哋宣讀上帝藉摩西頒俾以色列人嘅律法。喺7月1日，以斯拉將律法書帶嚟，企喺特別為呢個聚會製造嘅木台上。佢面向水門前面嘅廣場，由清早一直宣讀到正午。所有聽得明嘅人都留心細聽。企喺以斯拉右邊嘅有馬他提雅、士馬、亞內雅、烏利亞、希勒家同馬西亞，
企喺佢左邊嘅有皮大雅、米沙利、瑪基雅、哈順、哈拔大拿、撒加利亞同米舒蘭。佢一打開書卷，每個人都企起身。宣讀完畢之後，以斯拉就稱頌主至大嘅上帝。民眾向天舉手，應聲話：阿門，阿門，又俯伏敬拜主。民眾企喺自己嘅位置，耶書亞、巴尼、士利比、雅敏、亞谷、沙比泰、何弟雅、馬西亞、基利他、阿撒利亞、約撒拔、哈難、皮萊雅同利未人就穿插喺佢哋之間，向佢哋解釋律法嘅意義，使佢哋明白。大家聽見律法書中嘅誡命，都飲泣起嚟。省長尼希米做祭司嘅律法教師以斯拉，同教導民眾嘅利未人對佢哋話：大家唔好喊啦，因為今日係主你哋上帝嘅聖日，係歡欣暢飲、周濟窮人嘅日子。要知道，由主而嚟嘅喜樂就係你哋嘅力量，千祈唔好頹喪憂傷。利未人安慰民眾話：唔好喊啦，因為今日係聖日，唔好憂愁。於是民眾就開開心心離開嗰度，去享用節日嘅筵席，又分食物俾人，因為佢哋能夠喺嗰日聽見上帝嘅話，又明白其中嘅意義。第二日，族長、祭司同利未人都去到律法教師以斯拉嗰度，要由律法中得到更深嘅教訓。佢哋留意到主曾經吩咐摩西，要以色列人喺7月住喺棚裏面，又要向各城市同耶路撒冷宣布，民眾要上山去執橄欖樹、番石榴樹、棕櫚樹同無花果樹嘅樹枝，照律法書所寫嘅搭棚過節。於是民眾都去執樹枝，各自喺屋頂或者庭院裏面、聖殿嘅院子裏面、水門旁邊嘅廣場同埋以法蓮門嘅廣場度搭棚。佢哋喺棚裏面住咗7日，人人都非常開心。自從亂個仔約書亞時代，以色列人就一直冇奉行呢個節期。呢7日裏面，以斯拉每日都誦讀律法，佢哋守節7日，第8日就根據律例舉行嚴肅聚會。同月嘅24日，民眾再次聚集。呢次佢哋既禁食，又着上麻衣，喺頭上灑滿灰塵。以色列人就同其他外族人分隔，企喺度為自己同祖先嘅罪惡過犯認罪。佢哋企喺度誦讀上帝嘅律法，足足有2-3個小時。跟住嘅幾個鐘頭，佢哋就輪流為自己同祖先嘅罪惡過犯認罪，而且誠心敬拜主佢哋嘅上帝。利未人耶書亞、巴尼、甲篾、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同基拿尼企喺台上，高聲向主上帝呼求。利未人嘅領袖耶書亞、甲篾、巴尼、哈沙尼、士利比、何弟雅、士巴尼同皮他希雅就向民眾話：起嚟，讚美主你哋嘅上帝，直到永永遠遠。然後以斯拉祈禱話：主啊，你榮耀嘅聖名應當稱頌，係遠超過一切嘅頌揚讚美。你唯獨你係上帝。你曾經造天，天上嘅天同其中嘅星宿，又造地、海同其中嘅一切，你又保存佢哋，眾天軍都敬拜你。
你係主上帝，曾經揀選亞伯蘭，帶佢由加勒底嘅吾爾出嚟，又替佢改名做亞伯拉罕。你知道佢對你忠心，就同佢立約，將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以及革迦撒人嘅地方賜俾佢同佢嘅後代。而家你已經實現你嘅應許，因為你係信實嘅。你睇見我哋嘅祖先喺埃及所受嘅困苦，又聽見佢哋喺紅海邊嘅呼喊，你就施行神蹟奇事，對付法老同佢嘅眾民。因此你聲威大振，直到今日。因為你知道埃及人對我哋嘅祖先係幾咁不可一世。你將海分開，使以色列人喺乾地行過去，然後將敵人拋落深海，好似石塊沉喺怒海之中。你喺日間用雲柱，夜間用火柱，帶領我哋祖先嘅路。你曾經降臨喺西奈山，從天上向我哋嘅祖先講說話，並且賜俾佢哋公正嘅律法同真確嘅誡命。你藉住你嘅僕人摩西，向佢哋宣告安息日，又立下各項律例誡命。佢哋肚餓，你由天降下糧食；佢哋口渴，你由磐石中流出水俾佢哋飲。你又吩咐佢哋入去征服你發誓賜俾佢哋嘅土地。但係我哋嘅祖先驕傲愚頑，竟然拒絕聽從你嘅誡命，唔肯信服，亦都唔紀念你曾經為佢哋所行嘅神蹟，竟然硬頸全心叛逆，要另外揾領袖帶佢哋翻去埃及為奴之地。但係你係寬容嘅上帝，你施恩典，有憐憫，唔會輕易發怒，更加充滿慈愛。你冇離棄佢哋，雖然佢哋為自己鑄造咗一隻牛犢，而且宣告話呢個係我哋嘅上帝，係佢領我哋出埃及嘅，犯咗褻瀆你嘅大罪。但係你憐憫佢哋，冇抌低佢哋喺荒野。雲柱依然喺日間引領佢哋前行，火柱依然喺晚上照亮佢哋嘅路程。你亦都賜下你良善嘅靈去教導佢哋，冇中斷嗎哪同水嘅供應。喺荒野整整40年裏面，你供養佢哋，使佢哋一無所缺。佢哋嘅衫冇破爛，腳亦都冇腫痛。你幫助佢哋征服列國，將希實本王西宏同巴珊王噩嘅土地分俾佢哋。你又使佢哋人口眾多，而且帶佢哋入去你應許賜俾佢哋祖先嘅地方。你喺佢哋面前將迦南人制服，將迦南嘅王同眾民交喺以色列人手中，任由佢哋處置。佢哋得到咗堅固嘅城池、肥沃嘅土地，同埋有好多財寶、水井、葡萄園、橄欖園同果樹嘅房屋。咁佢哋就食得飽，又營養豐富，因你嘅恩典而歡樂。雖然係咁，佢哋仲係唔服從，甚至叛逆你，拋棄你嘅律法，將嗰個勸誡佢哋歸向你嘅先知殺死，大大激嬲你。於是你將佢哋交喺仇敵手中。不過喺佢哋遭遇患難，向你呼求嘅時候，你喺天上垂聽，憐憫佢哋，賜俾佢哋拯救者，將佢哋由仇敵手中拯救出嚟。一切平安之後，佢哋又去做惡事，於是你就俾敵人征服佢哋。但係無論幾時，你嘅子民歸向你，向你求助，你次次都聽佢哋嘅呼求，憐憫佢哋，救助佢哋。你懲罰佢哋，
要使佢哋遵守你嘅律法，佢哋依然係行事狂妄，唔肯聽從你嘅誡命，繼續犯罪。你多年寬容佢哋，又派先知去告誡佢哋，佢哋總係鐵石心腸，唔肯聽話。於是你再次俾其他國家征服佢哋，但係由於你嘅恩典同憐憫，你冇完全毀滅佢哋，冇永遠離棄佢哋，因為你係充滿慈愛同憐憫嘅上帝。我哋嘅上帝啊，你係最偉大、最大能、最可敬畏、守約施慈愛嘅上帝。求你唔好輕看我哋嘅君王、領袖、祭司、先知、祖先同我哋所受嘅患難。呢啲患難由亞述王朝征服我哋起，直到依家都冇停止。你嘅懲罰都係啱嘅，因為你係公義嘅。我哋實在係做咗惡事，我哋嘅王、領袖、祭司同祖先並冇服從你嘅律法，冇聽從你嘅告誡。即使佢哋喺本國見過你奇妙嘅作為，你又賜俾佢哋一塊廣大而肥沃嘅土地，佢哋唔侍奉你，亦唔肯離棄罪惡。而家我哋成為奴僕，喺你賜俾我哋祖先嘅富庶之地上面成為奴僕。因為我哋嘅罪過，呢塊地嘅出產都歸俾嗰啲你派嚟征服我哋嘅人。佢哋控制我哋嘅身體同牛群，仲要我哋服侍佢哋。因為呢一切，我哋再次立確實嘅誓約侍奉主，而且記錄落嚟。我哋嘅領袖、利未人同祭司都簽名嘅人有哈加利亞個仔省長尼希米、西底家、祭司西萊雅、亞撒利雅、耶利米、巴斯戶爾、亞瑪利亞、馬基雅、哈特、士巴尼、馬錄、哈林、米利末、俄巴底亞、但以理、近頓、巴錄、米舒蘭、亞比亞、米雅文、馬西亞、碧蓋、士瑪雅，又有利未人亞散尼個仔耶書亞、希拿達嘅子孫賓內、革滅，佢哋嘅弟兄士巴尼、何弟雅、基利他、皮萊雅、哈蘭、米加、利合、哈沙比雅、撒克、士利比、士巴尼、何弟雅、巴尼、比尼魯，又有民眾嘅領袖，就係巴錄、巴哈摩押、以蘭、撒土、巴尼、布尼、押甲、比拜、亞多尼雅、比甲雅伊、亞丁、亞特、希西家、押索、何弟雅、哈順、比賽、哈拉、阿拿特、尼拜、抹比押、米舒蘭、希色、米士撒別、撒督、押杜亞、皮拉提、哈蘭、阿內雅、何西亞、哈拿尼雅、哈述、哈羅克、皮利哈、索伯、利宏、哈沙拿、馬西亞、亞希亞、哈蘭、阿蘭、馬錄、哈林同巴拿。其餘嘅民眾、祭司、利未人、守門嘅、歌詠嘅、聖殿嘅僕人，所有同外族人隔離、願意服從上帝律法嘅人，佢哋嘅妻子、兒女，所有成年人都跟住佢哋嘅領袖發誓，一定遵行上帝
藉佢僕人摩西所頒布嘅律法，謹守主我哋上帝一切誡命同律例，亦唔會將個女嫁俾當地嘅居民，唔會為個仔娶當地嘅女子。如果呢塊地嘅居民喺安息日同任何聖日向我哋售賣貨物同五穀，我哋都要拒絕購買。每逢第7年，我哋一定唔會耕種，亦一定免晒同胞嘅欠債。我哋又願意負責，每年捐獻1/3塊白銀俾我哋上帝嘅殿使用，就係為聖殿用嘅陳設餅、素祭、燔祭、安息日、月朔、節期祭物、以色列人嘅贖罪祭，以及我哋上帝殿中各樣事務嘅開支。我哋祭司、利未人同民眾都抽籤決定，邊一族喺年中邊一段時間，依照律法所定，負責供應我哋上帝嘅殿獻祭所需用嘅木材，喺主我哋上帝嘅壇上焚燒。我哋又願意盡責，將每年土地初熟嘅出產同各種樹上初熟嘅果子奉獻到主嘅殿中。我哋按照律法所定，獻上長子同頭生嘅牛羊，將佢哋帶到我哋上帝殿中嘅祭司嗰度。我哋將初熟麥子所磨嘅麵、舉祭、各樣果子、新酒同油交俾祭司，收入我哋上帝殿嘅庫房裏面。又將1/10嘅農產奉上俾利未人，因為呢啲係佢哋應得嘅。利未人向民眾收取1/10嘅時候，應該有一個做祭司嘅亞倫子孫陪同。利未人要喺1/10裏面又抽出1/10，送到我哋上帝嘅殿嘅庫房裏面。民眾同利未人要將呢啲五穀、新酒同油做舉祭，拎到收藏聖所器皿嘅地方，即係當時嘅祭司、守門嘅同歌詠嘅人所住嘅房屋。咁樣我哋就唔會忽略上帝嘅殿啦。以色列嘅領袖住喺耶路撒冷，其他嘅人用抽籤嘅方法，每10個人就抽出1個人去住喺聖城耶路撒冷，其餘嘅人就住喺其他城鎮。凡自願搬到耶路撒冷居住嘅人，民眾都為佢哋祝福。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殿役同所羅門僕人嘅後代，仍然繼續住喺猶大各城邑自己嘅土地。以下係住喺耶路撒冷嘅領袖，其中有猶大人同便雅憫人。猶大人中有法勒斯嘅子孫烏西雅個仔亞他雅，佢嘅父親烏西雅係撒加利亞個仔，撒加利亞係亞瑪利亞個仔，亞瑪利亞係示法提雅個仔，示法提雅係馬勒列個仔。又有巴錄個仔馬西亞，巴錄係谷何西個仔，谷何西係哈賽雅個仔，哈賽雅係亞大雅個仔，亞大雅係約雅納個仔，約雅納係撒加利亞個仔，撒加利亞係示羅尼個仔。當時住喺耶路撒冷嘅法勒斯子孫共有468人，都係善戰嘅勇士。便雅憫族之中有米舒蘭個仔撒路，米舒蘭係約葉個仔，約葉係皮大雅個仔，皮大雅係哥賴雅個仔，哥賴雅係馬西雅個仔，馬西雅係以鐵個仔，以鐵係耶西亞個仔。此外，仲有加拜、撒萊嘅子孫共928人。細基利個仔約爾係佢哋喺耶路撒冷嘅領袖。哈西努亞個仔猶大係佢嘅助手。祭司中做領袖嘅有雅根同約雅納個仔耶大雅，仲有管理聖殿嘅領導人
希勒家個仔西萊雅，希勒家係米舒蘭個仔，米舒蘭係撒督個仔，撒督係米拉約個仔，米拉約係亞希特個仔，仲有佢哋喺聖殿供職嘅弟兄822人。亞大雅嘅父親係耶羅罕，耶羅罕係皮拉利個仔，皮拉利係暗洗個仔，暗洗係撒加利亞個仔，撒加利亞係巴斯戶爾個仔，巴斯戶爾係瑪基雅個仔，仲有佢哋做族長嘅弟兄，總共242人。此外，有亞撒列個仔亞瑪稅，亞撒列係亞哈賽個仔，亞哈賽係米實利末個仔，米實利末係音麥個仔。仲有佢哋英勇威武嘅弟兄，共128人。佢哋係由哈基多林個仔撒巴第熱所領導。利未人嘅領袖如下：哈述個仔示瑪雅，哈述係押利金個仔，押利金係哈沙比亞個仔，哈沙比亞係布尼個仔。利未人嘅族長沙比泰同約撒拔係負責聖殿對外嘅事務。米迦個仔馬他尼係負責喺祈禱嘅時候帶領稱謝嘅。米迦係撒底個仔，撒底係亞撒個仔。馬他尼嘅弟兄八布加係佢嘅助手，仲有沙姆亞個仔押大，沙姆亞係加拉個仔，加拉係耶杜頓個仔。喺耶路撒冷嘅利未人共有284名。此外，有守門嘅172人，由亞谷同達門所領導。其他嘅祭司、利未人同民眾都各自住喺佢哋家族所擁有嘅地方，但係殿役全部都住喺俄斐勒，由西哈同基斯柏所領導。喺耶路撒冷管理聖殿事務嘅利未人，領袖係歌詠者亞薩嘅子孫巴尼個仔烏西。巴尼係哈沙比亞個仔，哈沙比亞係馬他尼個仔，馬他尼係米迦個仔。王為歌詠嘅定咗一道命令，要民眾每日供應佢哋一定嘅糧食。猶大個仔謝拉嘅子孫米士撒別嘅仔皮他希雅負責處理猶大人一切事務。猶大民眾居住嘅市鎮同田地有基列亞巴、底本、葉甲薛以及佢哋嘅鄉鎮，仲有耶書亞、摩拉大、伯柏列、哈撒書亞、別是巴同佢嘅鄉鎮，洗革拉、米哥拿同佢嘅鄉鎮，陰林門、索拉、耶未、撒挪亞同亞杜蘭同埋屬於呢兩處嘅鄉鎮，拉吉同佢嘅田地，亞西加同佢嘅村莊，佢哋居住嘅地方由別是巴一直去到欣嫩谷。便雅憫族居住喺以下嘅地方，由加巴開始，直到密末、亞雅、伯特利同佢嘅鄉鎮，並且喺亞拿特、羅伯、亞蘭雅、夏瑣、拉馬、基他音、哈迭、洗篇、尼伯拉、羅德、阿羅、工匠之谷。有啲原居猶大嘅利未人，而家都已經歸屬便雅憫。係同撒拉鐵個仔所羅巴伯以及耶書亞一齊翻嚟嘅祭司同利未人，同佢哋一齊翻嚟嘅祭司有西萊雅、耶利米、以斯拉、亞瑪利亞、馬錄、哈特、士加尼、利宏、米利末、亦多、近頓、亞比雅、米雅文、
馬底亞、碧加、士瑪雅、約雅納、耶大雅、撒路、亞木、希勒家、耶大雅。以上呢啲人係喺耶書亞嘅時候做祭司同領袖嘅。同佢哋翻嚟嘅利未人有耶書亞、賓內、革滅、士利比、猶大、馬他尼。馬他尼同佢嘅弟兄負責感恩詩歌。佢哋嘅族人八布加同烏尼按照職守企喺佢哋對面。耶書亞生約雅金，約雅金生以利亞實，以利亞實生耶何耶大，耶何耶大生約拿單，約拿單生押杜亞。喺約雅金嘅時候做族長嘅祭司。西萊雅族嘅有米拉雅，耶利米族嘅有哈拿尼雅，以斯拉族有米舒蘭，亞瑪利亞族有約哈難，米利古族有約拿單，士巴尼族有約瑟，哈林族有押拿，米拉約族有希勒海，亦多族有撒加利亞，近頓族有米舒蘭，亞比雅族有細基利，米拿民族嘅某人，摩亞底族嘅有皮勒泰，碧加族有沙姆亞，士瑪雅族有約拿單，約雅納族有馬特乃，耶大雅族有烏西，撒萊族有加萊，亞木族有希伯，希勒家族有哈沙比雅，耶大雅族有拿坦業。喺以利亞實、耶何耶大、約哈難同押杜亞嘅時代，做族長嘅利未人都登記落嚟。喺波斯王大利烏統治期間做族長嘅祭司，亦都記錄落嚟。做族長嘅利未人名字都記錄喺歷代嘅年鑑上面，直至以利亞實個仔約哈難時代。以下係當時利未人嘅族長。哈沙比雅、士利比同革滅個仔耶書亞，佢哋嘅族人都喺稱頌同感恩嘅時候，喺佢哋對面站立，依照神人大衛嘅吩咐，按住班次讚美上帝。負責喺庫房守門嘅有馬他尼、八布加、俄巴底亞、米舒蘭、達門同亞谷。佢哋係喺約撒達嘅孫耶書亞個仔約雅金，同埋省長尼希米、祭司同律法教師以斯拉嘅時候任職。喺新城牆嘅奉獻禮嗰一日，各地嘅利未人都嚟到耶路撒冷協助儀式進行。佢哋喺嗰日興高采烈咁感恩、歌唱、敲拔、鼓瑟、彈琴。歌詠者都由耶路撒冷周圍嘅村莊同尼陀法嘅村莊嚟到，佢哋亦有嚟自伯吉甲、加巴同押馬弗，因為好多歌詠者已經喺耶路撒冷嘅郊外建立咗自己嘅村莊。祭司同利未人首先潔淨自己，跟住潔淨民眾、城門同城牆。我尼希米帶領猶大嘅領袖去到城牆上面，分咗兩隊感恩嘅歌詠者，一隊向右朝住糞廠門走，跟喺佢哋後面嘅有何生雅同半數嘅猶大領袖，連同亞撒利雅、以斯拉、米舒蘭、猶大、便雅憫、士瑪雅同耶利米，仲有吹號嘅祭司嘅子孫，同埋約拿單個仔撒加利亞。約拿單係士瑪雅個仔，士瑪雅係馬他尼個仔，馬他尼係米該亞個仔，米該亞係撒克個仔，撒克係亞撒個仔。此外，有撒加利亞嘅弟兄士瑪雅、亞撒利、米拉萊、基拉萊、馬艾、拿坦業、猶大、哈拿尼，佢哋都拎住大衛王所做嘅樂器。
律法教師以斯拉帶領整個行列，佢哋到達泉門嘅時候，一直向前走，沿住城牆嘅梯階，走上大衛城旁嘅堡壘，再走到東面嘅水門。第二隊歌詠者向左面走，我跟住佢哋由路樓直走到寬場，過咗以法蓮門、古門、魚門、哈南葉樓、哈米亞樓，再到羊門，就停喺護衛門。於是呢兩隊歌詠者連埋我同一半嘅領袖，就喺聖殿內列隊，仲有吹號角嘅祭司，佢哋係以利亞金、馬西亞、米拿文、米該亞、以利約乃、撒加利亞、哈南尼亞。奏樂嘅有馬西亞、士瑪雅、以利亞撒、烏西、約哈難、馬基亞、以蘭、以謝。喺伊斯拉希雅領導之下，歌詠者就高聲歌頌。嗰一日，我哋獻上好多祭物，興高采烈，因為上帝賜俾我哋極大嘅喜樂，連婦女兒童都好開心，以致耶路撒冷嘅歡呼聲聞遠處。嗰日，我哋派人管理庫房，將舉祭、初熟嘅果子同按照律法歸俾祭司以及利未人嘅1/10獻物，都收集喺庫房裏面。猶大人都因祭司同利未人嘅工作而開心。祭司同利未人遵照上帝所吩咐，守潔淨之禮。歌詠嘅同守門嘅，亦遵照大衛同佢個仔所羅門嘅命令。喺大衛同亞撒嘅時代，有歌詠者同讚美感恩嘅詩歌，所以喺所羅巴伯同尼希米嘅時候，民眾每日都將嗰啲歌詠嘅、守門嘅同利未人應得嘅一份供給俾佢哋。利未人亦都將佢哋所收到嘅拎出一部分俾亞倫嘅子孫。嗰一日，我哋當眾宣讀摩西律法，發現律法上記載，亞捫人同摩押人係永遠唔准入上帝嘅大會，因為佢哋曾經拒絕用餅同水接待以色列人，更收買巴蘭去咒詛佢哋。但上帝將咒詛變成祝福。民眾聽見呢條律例，就同所有啲外族人斷絕關係。喺呢件事發生之前，嗰個被派為管理聖殿倉庫嘅祭司以利亞實，因為同多比亞好有交情，就喺聖殿裏面將一間房俾佢居住。呢間房原本係用嚟儲藏素祭、乳香、器皿同按照律法供俾祭司利未人歌詠嘅守門嘅1/10嘅五穀、新酒同油，同埋歸俾祭司嘅舉祭嘅。當時我唔喺耶路撒冷，因為喺巴比倫王亞達薛西32年，我翻到巴比倫過咗一段日子，我再告假翻嚟。我翻到耶路撒冷嘅時候，知道以利亞實喺聖殿中竟然撥出一間房俾多比亞居住嘅呢件惡事，我非常嬲，將多比亞所有啲物件都掟出房外，下令徹底潔淨間房，將聖殿內嘅器皿、素祭同乳香再放回原處。我又發覺利未人冇得到應得嗰一份，以致當值嘅利未人同歌詠者都走翻去自己嘅田地。我即刻將領袖召嚟斥責佢哋話：點解離棄聖殿不顧？然後我召翻所有利未人，叫佢哋各歸各職。所有猶大嘅民眾再次將佢哋嘅五穀、新酒同油嘅1/10送入聖殿嘅庫房裏面。我派祭司示利米亞、律法教師撒督同利未人皮大雅負責管理庫房。我又指派撒克個仔
馬他尼個孫哈難做佢哋嘅助手。呢啲人都係忠誠可靠嘅，佢哋嘅工作係將收納所得分配俾佢哋嘅弟兄利未人。我嘅上帝啊，求你因呢件事紀念我，唔好忘記我忠心為聖殿所做嘅一切。嗰陣時，我喺猶大睇見有人喺安息日榨酒，用驢仔搬運禾捆，又將酒、葡萄、無花果同各樣嘅產品擔入耶路撒冷。我就警告佢哋唔准喺安息日做買賣。又有啲住喺耶路撒冷嘅推羅人喺安息日帶好多魚同各樣貨物嚟賣俾猶大人。我質問嗰啲猶大領袖話：你哋點解唔守安息日？你哋嘅祖先唔係犯咗咁嘅罪，以致上帝使一切災禍臨到我哋同呢個城咩？而家你哋咁樣做，藐視安息日，係唔係要增添上帝嘅憤怒啊？由嗰陣時開始，我就命令守門嘅喺安息日前一日天仲未黑嘅時候，就將城門閂好，一直到安息日完畢為止。同時，我又打發一啲僕人把守城門，唔俾任何貨物喺安息日入城。各類商人曾經喺城外住宿，但係我警告佢哋話：你哋點解喺外面住宿？你哋再係咁樣，我必定下令拘捕你哋。從此，佢哋就唔再喺安息日嚟啦。我又命令利未人潔淨自己，看守城門，使安息日成為聖日。主啊，求你因我為你所做嘅事紀念我，按照你嘅慈愛憐憫我。嗰陣時，我發覺一啲猶大人娶咗亞實突、亞捫同摩押嘅女子，佢哋好多子女都只會講亞實突話，完全唔會講猶大話。佢哋所講嘅都係各外族方言。我就斥責佢哋，咒詛佢哋，又打咗佢哋其中幾個，扯落佢哋嘅頭髮，要佢哋喺上帝面前發誓，唔再俾佢哋嘅仔女同外族人通婚。我又話：呢個豈唔係所羅門王所犯嘅罪咩？冇任何一個王可以同佢比較。上帝亦都好愛佢，使佢成為全以色列嘅王。但係連佢都俾外族女子引誘犯罪，我點能夠容許你哋繼續同外族女子通婚，得罪我哋嘅上帝？大祭司以利亞實嘅孫耶何耶大嘅一個仔，做咗和倫人參巴拉嘅女婿，所以我將佢趕咗出去。我嘅上帝，求你記住佢哋，因為佢哋玷污咗祭司利未人嘅職分，又違背咗你同佢哋所立嘅約。於是我潔淨佢哋，使佢哋斷絕一切外族人，又立祭司同利未人職分，使佢哋各盡其職。我使民眾定期供獻祭壇嘅柴，又按時獻上祭品同初熟嘅土產。我嘅上帝啊，求你紀念我，賜福俾我，